一碌炮唔夠嘅話，咪加夠兩碌咯，就係咁簡單。今次嘅主角就係特登殖民地解放組織 MSXXXG00WO Wing Gundam Zero。哇！近排呢一部機就出咗 RG 啦，咁呢一部 RG 咧好多 gimmick 咧都非常之令人興奮嘅，尤其是個引擎咧扭一扭佢，咁啲反咧就會咁樣鬆開，同埋個引擎咧就伸出嚟，呢一點咧就係太正啦。咁不過呢一部 Wing Gundam Zero 就冇出 MG。咁之前咧出咗部 After Colony， 嗰方面就完全說明咗呢一部 Gundam 嘅特點咧，就係咧將兩碌炮拍埋一碌，跟住一嘢咧 double power 射炮嘅話，乜都搞掂啊，冇得走雞。呢個 channel 就冇介紹過喺個 Wing Gundam 呢個動畫裏邊最初出場嗰部 Wing Gundam， 即係唔係 Zero， 亦都唔係嗰啲 custom 啦。最初嗰部咧就冇介紹嘅，咁之後咧就會介紹。咁今次咧就迎合翻 RG， 就介紹翻 Wing Gundam Zero。點解我要用日文去發音咧？要叫做 Wing Gundam Zero 咧？一陣間你就會知道點解噶啦。咁叫 Zero 都冇所謂嘅，不過我覺得 Zero 就好似近磅啲。咁大家聽住啦。咁睇翻動畫嘅話，咁啲角色都會咁叫啦。Wing Gundam Zero 呢部機雖然係投入 Operation Meteor， 即係流星作戰嘅5部高達嘅原型機。呢一句好重要啊！即係各部唔同嘅機體嘅原型咧，其實就係 Wing Gundam Zero 嚟嘅，所以啲次序咧好混淆嘅。但係呢一部機 Wing Gundam Zero 嘅各方面咧都超越佢哋嘅戰鬥能力，係第一部設計入邊採用高達尼姆合金嘅 MS， 同後期開發嘅高達一樣擁有極高嘅抗彈性能。咁因為 Wing Gundam 呢一個作品咧就唔係 UC 嘅作品嚟嘅，所以佢啲設定咧有陣時係獨立起嚟嘅。所以呢度就話第一部採用咗高達尼姆合金，咁當然啦，計翻0079，計翻 UC 嘅話咧就係高達第一部採用高達尼姆合金嘅 MS 啦。當中一擊就可以摧毀殖民衛星嘅 Gene Buster Rifle， 同埋帶嚟完美勝利嘅人機界面戰況預測機構 Zero System， 可以話係呢部機嘅最大特徵。佢原來呢部機嘅最大特徵咧，唔單止係個雙碌炮或者係對翼或者係個引擎咧，原來係個 Zero System。但係 Zero System 對機師造成嘅負擔好大，如果唔係完全嘅士兵，就有可能引致暴走或者變成廢人。咁見到 Hiro Yui 咧，由高處跳落地又冇事，咁咧跳降傘咧要差唔多到地嗰陣時先打開，跟住咧勁大嘅衝力衝落地咧都完全冇事嘅，好似鐵人咁樣，佢先可以頂得順呢個 Zero System 啦。Zero System 誘發嘅機師暴走擴大嘅傷害，但同時亦都成為咗克服系統嘅人嘅力量。咁呢個就兩方面啦，一方面咧就對機師造成負擔，但另一方面咧，如果克服到嘅話咧，就會升級，令到個機師咧有更大嘅 power。呢一個 Zero System 咧同個 Psycho-Mule System 咧有啲相似，我覺得。以上就好簡單概括講解呢一部 Wing Gundam Zero 啦，之後咧就比較詳細啲講講佢個開發故事同埋個故事背景。咁個故事背景即係個動畫裏邊咧，咁我就會比較省略少少，就比較集中翻喺個開發背景入邊。喺 AC 175年前後，咁 Wing Gundam 個動畫裏邊嘅時空咧係 After Colony AC 175年前後開發 OZ， 即係 O2Z， 咁日文咧叫做 OZ 咧 OZ 00MS Tallgeese， 即係白色嗰部啦，有個冠嘅紅色嘅 Tallgeese 嘅5位博士為咗開發更高性能嘅 MS 而離開咗 OZ。佢哋嘅起點就係因為過度高性能而令駕駛員難以駕馭嘅 Tallgeese 呢一部機就以超越佢為目標而進行開發嘅。175年就離開咗 OZ 啦，咁去到大概180年左右就差唔多正式去開發呢部 Wing Gundam Zero。但係由於超越戰鬥兵器領域嘅過譽性能，以及當時嘅技術水平冇辦法達成嘅系統等等嘅因素，實機冇製造出嚟，設計都被封印咗。呢5個博士採用咗當時最尖端嘅素材高達尼姆在內，開發出一部融合咗當時仍未存在技術同埋素材嘅 MS。咁呢一部 MS 最大特徵就係 Zero， 而且因為採用嘅素材而被賦予咗高達嘅代號。但係為咗達成目標而設計出嚟嘅界面 Zero System 嘅危險性，以及對於大破壞係數感到恐懼嘅5個博士，加上擔心呢一部機落入 OZ 嘅手中，開發完成前夕就突然之間中斷咗。除咗以上有關 Tallgeese 開發，如果5個博士離開咗 OZ 呢一個講法之外，亦都有講法就係話技術人員逃離咗 OZ 嗰陣，放棄咗開發途中嘅機體，
之後到咗 A.C. 195年，阿卡托魯即係有錢仔金髮仔仔咧，根據其中一位技術人員 H 教授留低嘅數據，重新開始建造呢一部機先至完成。據講建造投入咗 Wiener 家，即係個金色頭髮卡托魯個家族嘅資本。咁之後經過咗時日，到咗195年，呢一部機體喺戰亂中復活，執行 Operation Meteor 嘅5位高達機師之一嘅卡托魯解開咗佢嘅封印，令到喺設計當時冇辦法建造嘅 Zero 誕生咗出嚟。雖然係第一部冠上高達之名嘅機體，但係隱藏住超越後期機體嘅性能，透過變成利奧巴多形態，即係變成好似飛機個形態咁樣，實現高速巡航。喺由 WF 即係白色獠牙起義引發嘅 AC 195年最終決戰入邊，由 Hero 駕駛，作為5部高達組成嘅 G 隊其中一機，引導戰亂走向終結。以背部飛翼束縛裝甲為特徵嘅外形，咁就訴說咗同以往 Wing Gundam 嘅關聯性。另外，機體尺寸同5部高達差唔多，比 Torugisu 稍為細部少少。咁呢部 Wing Gundam Zero 係唔夠18米嘅。跟住講講呢部 Wing Zero 嘅血統同埋高達嘅分期發展。高達呢個名只不過係指高達尼姆合金製嘅 MS 嘅通用名詞。換句話嚟講，唔存在叫做高達嘅 MS。之前都提過 AC 175年嗰5位博士就設計咗 Wing Gundam Zero，之後分散到 L1 至到 L5 各殖民衛星嘅博士們各自獨立推進高達嘅開發。不過並非完全原創機，而係發展 Wing Zero 同時加入新概念嘅機體，各機嘅性能傾向都唔同。原型機嘅過剩裝備已經排除咗。呢5部就係 Operation Meteor 降落地球嘅高達。儘管冇 Wing Gundam Zero 咁嘅性能，但係都壓倒咗 OZ 同埋地球圈統一聯合軍嘅機體。另外以 OZ 06MS 里奧作為100嘅呢個標準數值，咁呢一部機嘅性能級別就以各個唔同嘅界別可以去評價嘅。咁譬如係格鬥能力就有150，武裝能力有150，速度去到160，而動力就去到140，裝甲都係140，即係整體上同埋全部嘅數值都凌駕於里奧之上。跟住都要講講呢部 Wing Gundam Zero 衍生咗呢啲咩機體出嚟嘅。咁當然大家都會知道啦。咁受到 Wing Gundam Zero 直接影響嘅高達系列大致可以分為5類，分別就係 Wing Zero。咁所以咧 Wing 高達咧源頭咧就唔係 Wing， 係 Wing Zero。另外就係 Death Size、Heavy Arms、Sandrock 同埋星龍呢5個名，而且仲係暫稱嚟嘅添。咁星龍咧即係神龍啦。而 Wing Zero 係仲可以細分為 Wing Proto Zero 嘅直接發展系，另外仲有 Snow White 系呢2個系列嘅。哇，真係好多唔同嘅機體，好精彩。高達嘅基本形狀之所以好相似，好大原因係有合作關係嘅技術人員以 Wing Zero 為基礎嚟去開發嘅。咁簡單嚟講呢，就成個 Wing 高達嘅故事裏邊呢， Wing Zero 同埋 Torugisu 可以話係整體上呢個故事裏邊嘅機體嘅原型嚟嘅。咁就係分為2大派啦。跟住再講講 Wing Zero 係嘅一啲特點啦。以高度嘅通用性，實現長距離高速移動嘅可變機構，擁有絕大火力嘅具破壞性步槍等等為特徵嘅系列。Wing Zero 係由5個博士共同去開發，但係 Wing Gundam 就係由 J 博士去設計嘅。Wing Zero 搭載咗 Zero System， 但係 Wing Gundam 咧就冇採用到嘅。而 Buster Rifle 炮門咧都削減去到得1座嘅啫。咁所以其實個開發過程嚟講咧 Wing Gundam 可能係退化版，咁樣去理解咧都可以嘅。跟住就會介紹呢部機體嘅整體性能同埋各個唔同嘅身體部位。咁先講解呢個飛行形態，係用於長距離高速移動，係叫做 Leopardo 形態。Wing Gundam Zero 可以變成一種叫做 Leopardo 形態嘅高速移動模式，咁就好似雀咁樣啦。呢一個係因為採用咗韌性極高嘅高達尼姆合金，令到機體設計自由度大幅提升。喺探索戰鬥用 MS 可能性嘅過程裏邊誕生出嚟嘅一個成果。Leopardo形態可以話實現咗比 MS 形態更遠距離嘅高速移動，主要係用於巡航，理論上可以當作大型戰鬥機咁樣運用，係一擊脫離戰法裏邊發揮咗威力。佢擔當住將 Wing Gundam Zero 壓倒性嘅戰鬥能力喺短時間裏邊投放去到遠距離嘅戰區嘅戰略機動力嘅角色。我講到好似好深奧咁樣嘅。喺大氣層裏邊都有單獨飛行能力，以及唔需要額外裝備就可以重返大氣層嘅能力。
哇呢個好勁啊，分分鐘咧同 RX-78 咧有得揮啦。咁都係令到 Wing Gundam Zero 嘅行動半徑擴大，提升咗運用嘅靈活性。可能係因為 Wing Gundam Zero 設計嗰陣時預咗喺宇宙運用，所以佢有住宇宙戰鬥機咁嘅風格。但係機手同埋展開狀態嘅束縛裝甲都係考慮到空氣動力學嘅形狀，束縛裝甲即係後面嗰對翼啊。展開咗個翼狀外殼睇落嚟咧，就好似呢個作品 Wing 高達裏邊個 W 字咁樣啦。喺着陸嗰陣時，膊頭到手臂會向機體後方擺出 L 字嘅形狀，個形象上就好似體幹訓練嘅平板支撐，但係手臂咧就係向後反咁樣啦。呢一個就成為咗起落架。呢個變形方式就俾佢嘅後繼機 Wing Gundam 以巴朵形態嘅形式去承繼咗。咁巴朵形態即係雀咁解啦，巴朵變形機關都似乎原封不動咁樣承繼咗，清楚咁樣表現出開發系譜上嘅聯繫。不過由於 Wing Gundam 喺地上戰鬥為主而開發，所以加入咗新嘅起落架等等嘅新機構，變成咗更似雀仔嘅外形。變形過程上都有簡化到嘅。雖然呢一部機係原型機，但係唔知會點解叫做 Neo 嘅。但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實際去整 Wing Gundam Zero 嗰陣時，就參考咗 Wing Gundam 嘅可變系統而重新設計，所以就加上咗 Neo 呢個字啦。咁因為咧做5部高達出嚟之前咧 Wing Gundam Zero 咧只係得個設計嘅啫，冇實際做出嚟。而佢實際做出嚟嗰陣時咧，咁啊參考翻 Wing Gundam，咁所以咧就叫做 Neo 啦。哇，好亂啊呢度！不過原型機階段已經有可變嘅功能，所以唔係後加嘅。咁所以話呢度嘅意思咧，就可能係變形咧就一早就設計咗噶啦，但係點樣去實行呢個變形，中途可能有修改到啦。咁其實都幾麻煩嘅。咁因為動畫一出嚟嗰陣時咧就係 Wing Gundam 啦，咁之後好似後繼機咁樣出嚟嘅咧就係 Wing Gundam Zero。哇，呢度咧好混亂啊！講完佢變形變雀仔個毛之後咧，就再講講佢身體唔同嘅各部分。咁先講講個頭部，頭部有住令人聯想起東洋頭盔嘅形狀，首次引入咗之後成為高達係 MS 標準嘅雙重感應器同埋 V 字形嘅天線。咁呢度咧都係啦。咁因為佢唔係 UC 嘅作品，咁所以係另一個世界嚟嘅，就第一次咧就引入咗雙眼嘅感應器。另外主鏡頭上方配備咗另一個感應器，同後期開發嘅高達比較起嚟，感應器配置就更加充實。另外唔單止有負責外部識別嘅各種感應器，仲高密度咁樣裝載咗 Zero System 嘅運算組件，而感應器系統同埋運算組件係連結埋一齊嘅。哇，呢度好似有啲廢話咁樣嘅。頭部呢個部位就係 Zero System 情報收集裝置嘅重要部分。側頭部延伸嘅裝甲等等，頭部形狀好似好多地方都同 Wing Gundam 相通。後年高達採用嘅火神炮喺 Wing Gundam Zero 嗰陣就未有裝備到。呢一個設計都幾特別嘅，佢嘅頭部咧實在太多組件啦，你已經唔知道個火神炮安喺邊度啦。跟住去到膊頭就內置咗光速軍刀同埋輔助推進器，兩種裝備都係喺需要用嗰陣時咧，艙門會打開就可以用噶啦。可以見到機內空間得到充分嘅利用，呢一個係因為呢一部機體係追求空間機動性嘅 MS， 所以就有呢個設計噶啦。跟住再講講佢嘅 Binder 啦。Wing Gundam Zero 係預計咗喺宇宙度戰鬥嘅同時，亦都採用咗 Neo 巴朵形態嘅變形機構，喺背部裝備咗2座大型推進器組件嚟提升空間移動性。呢一個就係佢嘅 Binder， 係一個令人聯想起翅膀嘅一個偏向推進組件。每一個 Binder 由2塊展開式裝甲板組成，裏邊就配備咗一座主推進器嘅飛翼推進器，版面外側就各配備咗一座輔助用嘅飛翼推進噴口。透過具有可動結構嘅飛翼 Binder 就發揮出壓倒性嘅機動性。跟住就講講佢嘅 Body， 咁軀幹組件同 Wing Gundam 一樣，胸部中央就配備咗搜索嘅 sensor， 搜索 sensor 係被認為負責 Zero System 嘅情報分析。原來收集情報咧就係主要靠個頭，而分析咧就係靠個心口嗰度嘅。咁但係心口嗰度點解要整成咁樣嘅咧？而心口呢個設計當時咧幾有型嘅，咁同之後嘅 WO 咧都幾似下。咁為咗搭載 Zero System， 胸部變成咗向前突出嘅形狀，而胸部嘅進氣口考慮到抗彈性而設置咗開閉式嘅艙門，採用咗冷卻嗰陣時艙門打開進行強制吸氣嘅結構。咁 body 嘅背面咧就集中咗推進裝置，配備雙聯推進噴口同埋 Binder 用嘅可動手臂。跟住就講講隻腳啦，咁配備咗大口徑推進噴口嘅腳部。咁有陣時咧有啲機體腳板底咧就未必有噴嘴嘅，
咁譬如係陸戰用嘅高達，咁因為佢喺地球嗰度用咧，個腳板底個噴嘴就用唔着，咁所以咧就省略咗啦。另外個膝蓋上方同埋小腿咧都配備咗推進器，對機動性增強同埋姿勢控制發揮咗重要嘅作用。配合 Binder 一齊嚟用嘅話，就會發揮出壓倒性嘅機動性同埋運動性。另外呢一句咧就比較重要啦，就係喺 Neobard 形態嗰陣時，推進噴嘴會大幅度咁樣突出嚟。咁我頭先都講咗啦，尤其是 RG 嘅設計咧，喺個翼度即係個 Binder 噴嘴咧扭一扭佢，佢會伸出嚟咧，咁就係想突顯出佢有高度壓倒性嘅機動性同埋運動性。跟住就講講駕駛艙呢度咧，就會連埋 Zero System 咧一齊去講嘅。駕駛艙採用咗對應 Zero System 嘅專用型號，係 After Colony 製造嘅機動戰士當中，可以話係唯一搭載咗全天候監視器嘅球形結構，同其他高達有好大嘅分別。特徵就係可以獲得360度視野嘅球形顯示屏，但係 Zero System 嘅運作率高嘅時候咧，就好似咧唔可以顯示咁多啦。呢個情況之下，會透過前方搭載嘅 3D 雷達顯示屏同埋直接影像嚟獲取外部嘅情報。3D 雷達顯示屏會顯示以自己為中心嘅周邊情報，上面嘅小面板就會顯示自己部機同埋敵機嘅一啲數據。呢度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前排咪公開咗 Wing 高達30週年嘅一段短片嘅，一開頭咧就影翻個 Zero System 啦，嗰個位咧就係咧而家講緊嗰個位啦。咁喺顯示屏上面嘅圖案就係用嚟瞄準嘅副標記，輔助緊 3D 雷達顯示屏嘅控制係用安裝喺手臂周圍嘅大量開關掣嚟進行，所以手柄本身嘅操作基本上只係用嚟調整推進器嘅啫。跟住咧呢個先係重點啊！講解呢部 Wing Gundam Zero 裏邊嘅 Zero System 係構成 Wing Gundam Zero 核心嘅一個界面嚟嘅。名稱嘅意思呢度要俾心機聽住啦。原來 Zero ZERO 係簡寫嚟嘅，佢全名就係 Zoning and Emotional Range Ometer System 領域化及情動域缺落化裝置啊！呢個譯法真係犀利。咁重複一次啦 Zoning and Emotional Range Ometer System， 所以個簡寫咧每一個字嘅 initial 合埋咧就係 ZERO， 跟住最後咧就係 system 啦。咁嗰個重點咧就係 Emotional Range Ometer。即係省略咗部分嘅感情或者情緒啦，哇，好似好恐怖呢度講得，以達成目的同埋勝利為主要目標進行嘅超高度嘅情報分析同埋狀況預測，將每秒每刻無數次計算出嚟嘅預測結果，以接近好似體驗未來咁樣嘅形式，直接傳達去到駕駛艙嘅駕駛員嘅大腦，係一種戰術戰略嘅界面，哇，好恐怖呢個講到。有啲生化元素喺度啊，唔知呢個 Zero System 咧係點樣同個大腦去通訊嘅咧？即係又唔見有啲喉管咧係插住個頭，連住個頭，又唔見佢插啲線入去嘅喎，真係唔知佢點樣去通訊啦。咁呢個系統係為咗充分發揮超越 Tallgeese 呢部機體嘅性能，會將通往勝利嘅行動直接傳達去機師嘅大腦，唔理機師生死都會強迫佢哋執行嗰個行動。具體嘅例子包括預測敵機嘅動作，為咗應對而提升反應速度等等。另外系統都會掃描機師嘅大腦，或者 interactive 嘅呢度控制神經傳導物質嘅分泌量，同埋緩和急加速或者急轉彎等等正常人拒絕接受嘅衝擊，強行解決機體控制對機師造成嘅身體負荷。即係咁樣嘅，令到個機師好似有少少麻痹咁樣，去一啲高速嘅急彎高度嘅加速咧，令個機師咧 feel 唔到咁多，咁就唔會好抗拒啦。我都幾變態呢個 system。勁過 Psycho 苗好多喎。另外一方面，為咗達成目的 Zero System 咧就會提示不惜犧牲機師嘅手段，而且精神脆弱嘅駕駛員會俾呢啲資訊壓到，分唔清視野入邊嘅影像係咪現實。如果精神輸咗俾個系統嘅話，就會按照系統指示行動嚟開始步走，或者承擔唔到就會造成精神崩潰，存在咗好大嘅問題。而且如果係需要達到勝利嘅話，佢甚至會提示反倫理嘅行動或者機師嘅死亡。如果目的同埋心理狀態係矛盾嘅話咧，就可能對機師嘅精神造成咗惡劣嘅影響。事實上，駕駛咗呢部機初次接觸呢個系統而冇俾佢吞噬嘅只有張五飛，其他人咧就大大小小都被呢個系統玩弄咗。呢一段咧都幾有得着，就可以知道 Zero System 咧係一個幾變態嘅一個 system 嚟噶啦。咁同埋知道咧 Zero 呢一個係簡寫嚟嘅。咁可以讀佢 Zero 啊，咁我讀到 Zero 咧都有佢原因喺度嘅。
好，跟住就睇睇呢部機嘅武裝。咁大概講佢武裝之後咧，就各個武器咁去睇啦。呢一個武裝就保證咗超戰鬥級性能嘅武裝同埋機構。就算唔計 Zero System、Wing Gundam Zero 嘅攻擊力、防禦力同埋移動性都壓到其他機體。如果唔係改良型或者新型高達嘅話，就對抗唔到。喺近距離同埋中距離戰鬥都擁有遠超普通 MS 嘅性能。特別係大推力嘅推進器帶嚟機動運動性同埋長距離移動能力，同埋 Gene Buster Rifle 嘅對據點攻擊力同埋廣域攻擊能力都非常之突出。據點攻擊力真係好簡單啦，即係射爆嘅殖民衛星；而廣域攻擊力咧，哇呢個正啊，兩隻手咧打平咁樣分開，至尊咧就可以當 Map 炮咁樣用啊，哇非常之正，正過魔霸我覺得。但係咧喺機戰裏邊咧，你揸架 Wing Gundam Zero 單挑魔霸嘅話，呢個就問水啲啦。咁呢一部機基本上就係承繼咗 Toro-Gis 嘅設計，預設包括據點鎮壓在內嘅單獨戰鬥行動概念，採用高達尼姆合金，令到光速武器嘅性能得以提升，進一步擴大呢一種運用思想，俾呢一部機擁有甚至可以殲滅殖民衛星咁大規模設施嘅火力。據講佢嘅破壞力係數之大，連開發局5位技術人員都感到恐懼。好，跟住就講講各個唔同武器。咁當然咧要着重去講講嗰兩碌炮合成一碌炮用啦。呢一個諗法真係幾得意，一個好簡單直接嘅諗法。一支槍唔夠勁嘅話，將兩支槍拍埋一齊咪得咯。Gene Buster Rifle 係將兩支槍平衡連結嘅大型光速武器。分割成兩支槍用都可以嘅，單支領擁有 Wing Gundam 嘅 Buster Rifle 2倍以上嘅威力，連結嗰陣時最大輸出可以一擊摧毀資源衛星或者太空殖民衛星。哇，好恐怖啊！原來佢單挑一支咧，已經勁過 Wing Gundam 嗰一支咧2倍以上。能源供應係由機體本體直接提供嘅。原來唔係用 E-Pack 㗎，所以就唔係好似 Wing Gundam 嗰支 Buster Rifle 咁樣係有發射次數嘅限制。咁當然咧，部機嘅能源用完咗之後咧，就冇得開槍啦。呢一個係因為除咗本體嘅過剩能源容量之外，仲係本體同埋步槍內部搭載咗大容量嘅能量電容器，理論上可以連射到能源耗盡或者機體損壞為止。喺 Endless Warriors 入邊嘅最大輸出發射咗5發以上，但係各個唔同嘅作品嘅最大發數咧都有少少唔同，有啲矛盾嘅。不過呢啲小嘢嚟嘅啫，唔使理佢啦。總之知道佢勁就得啦。分離狀態可以連射一擊擊毀 MS 嘅威力嘅光速，調整輸出之後仲可以好似普通光速步槍咁樣低輸出連射，擁有靈活性。呢個都幾勁喎，可以 fine tune 分離同埋連結，就算喺戰鬥裏邊咧都可以做得到嘅。亦都可以見過分離咗之後嘅 Gene Buster Rifle，每一隻手就各拎一支，一路去開槍，一路去旋轉咁樣，以部隊單位殲滅周圍嘅敵人嘅呢一種運用。點樣去 lock on 敵人呢？就似乎係依賴 Zero System 嘅。另一方面，由於比普通步槍更大型，所以唔容易操控。同埋喺同 Epyon 最終決戰嗰陣時，俾熱能邊纏住咧，就要拋棄咗支槍啦。不過步槍本身就非常之堅固，就算直接受到 Medicurius 嘅光速軍刀或者 Bindado 嘅光速加農炮直擊，都毫無損傷。同 Wing Gundam 嘅 Buster Rifle 一樣，係冇安裝喺本體嘅功能。Neobardo 形態嗰陣時會收納手柄，並以分割狀態咁樣裝設喺盾牌嘅側邊，咁樣喺飛行狀態咧都可以發射啦。跟住再睇一睇佢嘅膊頭或定係條頸嗰度呢，嗰個 Machine Cannon 機關炮裝備喺頭部兩側嘅大口徑加林式機關炮，係旋轉式嘅多炮身實體彈火器，連射性能優秀，通常會俾護蓋遮住，喺用嗰陣時咧先會展開露出個炮身出嚟。RG 呢個位嘅設計咧都唔錯嘅，雖然定位係輔助嘅固定兵器，但係擁有足以應付對 MS 戰鬥嘅火力，發揮以數秒掃射就可以擊破鈦合金製裝甲 MS 嘅破壞力，呢個比火神炮更加有用喎。跟住就係光速軍刀，咁近身戰用嘅斬擊武器，光速刀刃嘅顏色係綠色，裝置採用咗高達尼姆合金，相比以往同類兵器威力同埋耐久性都有提升，佢嘅輸出比其他高達更加高，擁有接近當時被評為最強嘅 Oz 13 MS 高達 Epyon 光速劍嘅威力，即係呢兩部機嘅光速劍嘅威力呢係可以匹敵嘅。配合 Wing Gundam Zero 嘅力量，就算係高達尼姆合金裝甲都可以一擊斬開，一揮就可以摧毀多部 MS。透過喺光速表面形成嘅電離層，令水分子同埋光速分離，水裏邊咧都可以用。哇，講到咁堅嘅，
平時每邊膊頭裝甲上面嘅開閉式艙門裏邊咧，都會各收納一支，可以由拔刀嘅姿勢好順暢咁樣轉入去到戰鬥嘅姿勢。不過根據唔同媒體，有陣時咧就好似 Wing Gundam 咁樣，就係收納喺盾牌入邊，個位置咧唔係好穩定嘅。跟住呢個武器就有少少特別嘅 Wingu Balukan， 呢一個本應係搭載喺個 Binder 機部嘅機關炮。由武器嘅設置位置嚟睇，應該係 Leopardo 形態嘅專用武裝嚟嘅，但喺劇中冇特別出現過使用嘅場面。不過作為模型嘅話，就會重現翻呢個喺 Binder 裝甲嗰度呢，就有個火神炮。而最近發售嘅 RG， 即係2025年9月發售嘅 RG 呢，就有重現翻呢個 Wingu Balukan。跟住就講嗰個盾牌喺 Leopardo 形態嗰陣時會變成機手整流罩，係一個高達尼姆合金製嘅防禦裝備。喺施加咗特殊塗層嘅礦光束盔甲，盾牌嘅前端內置咗伸縮機構，可以當作打擊武器咁樣用。呢個伸縮機構亦都有散熱嘅功能，發揮出貫穿鈦合金裝甲嘅威力。喺 MS 形態嗰陣時咧，就會安裝喺前臂就固定喺嗰度啦。咁盾牌嘅防禦力超越咗後期開發嘅高達，展示咗令 XXXG01D2 死神地獄高達都埋唔到身嘅力量。劇裏邊甚至描寫到可以阻擋擁有最強級別輸出嘅 Epyon 嘅光速劍。咁講到呢個盾牌非常之犀利。咁大概整體睇過呢一部 Wing Gundam Zero 啦，雖然咧唔係好跟動畫裏邊嘅次序，咁但係以設定嚟講咧，呢一部 Wing Gundam Zero 咧係比較早期設計嘅，就係比 Toro-Gisu 咧遲少少嘅啫。再去到之後嗰5部高達 Wing 高達、死神高達、Heavy Arms 等等呢5部高達咧，就係參考翻 Wing Gundam Zero 嚟做出嚟嘅，係有啲混淆噶啦。咁所以我呢個 channel 第一嘢就介紹 Wing Gundam Zero 咧，都合翻個設定裏邊嘅次序嚟嘅。咁當然啦 Toro-Gisu 同埋其他個5部高達或者係其他 Endless Warriors 等等唔同嘅 version 啦，仲有其他機體咧，都會陸續咁樣介紹嘅。咁唔知 Wing Gundam Zero 嘅 RG 你冇玩呢？咁我都係覺得個引擎個設計咧係非常之吸引嘅，同埋咧企直個姿勢咧又型啦，變形個姿勢咧都 OK 可以接受嘅。不過咧就好可惜啦，呢一部機體咧就冇出到 MG 嘅，咁當然翻兜出翻 MG 嘅機會都唔會太高。不過唔使驚 RG 咧已經咧個完成度都好高噶啦。好，今集就大概嚟到呢度啦。咁希望如果你中意高達嘅話咧，呢個 channel 裏邊有好多講高達嘅片。咁如果你有未睇嘅話咧，不妨揀多一條片嚟睇，咁支持下我 channel。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希望你俾個 like 支持我，訂閱我 channel， 同埋你覺得好聽或者有得着嘅話，不妨課金支持下我。PayMe 轉數快，10蚊20蚊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鼓勵嚟嘅。我都陸續收到大家嘅課金，多謝大家嘅支持。好，下一集再見，拜拜。